含糊不確定太倦，要走爽快說，無力猜十遍，請你行直線。歡迎收睇九巴人啊！今集呢就係海上飛車，你見到下邊有架生日應援巴士，係啊，我廢棄咗佢啦已經。咁話不多說，而家馬上開始。呢一個呢就係水上巴士啦，由長島碼頭前往北灘嘅。咁有請 RPK 4654嘅司機帶我哋去飆車啦。我而家較6倍速，方便大家觀看。到咯，睇下我呢位仁兄喺度做緊啲咩啊？做緊啲18禁嘅嘢。至於係咩呢？我就唔講啦，大家應該知嘅。詭異的笑容。喂，我未表白完啊！點解架車會喐嘅？喂，做咩事？停車啊，司機！我泊返喺前邊就停啦。搞掂停車，繼續。呢一個動作呢，我之前已經出過 post 噶啦。詭異嘅兩個人。司機點解喺度嘅？做咩啊？喂，你走咗去邊啊？喂，已消失，告白失敗。